位伫咧安南区海尾茶坊宫，曾经是台港内海古渔村。大约伫120年前，海尾先民为了保护庄头、抵抗强盗，便成立了宋江镇守护家园。民间也流传着毋捌看过海尾堡，嘛爱听过海尾鼓的俗语，流传霸当海尾宋江镇文化。现在伫庙口也开办了武艺学堂，传承宋江的传统。阮海尾这宋江镇是伊伫咧民国前12年，1900因为海尾事件，来演成阮庙，较去顶山请即个师傅来甲阮教，为着要保护庄头，所以逐当个拢会来练。练迄阵，逐个拢做向前，伊就要保护咱的村庄嘛，为了鼓励咱的百姓，所以逐个做踊跃，拢会来参加安尼啦。因阮逐个讲，伊嘛是足需要即个宋江镇，所以伊拢会去叫伊的宋江脚转来。不管你去偌远做工课，你就是有感应讲，庄人要开始练宋江所以逐个一直家己主动的转来才练安尼啦。即嘛渐渐伊个时代的转变。伊农业变科技，渐渐会人愈来愈少嘛。所以即卖咧考会就较困难小可。所以为着要传承，所以我嘛是爱较克服这关卡。所以就是讲爱开一个暗馆，互大家有这个时间，利用这暗时出来运动安尼。2、3。这位海尾少年家阿豪表示，会来学习宋江镇，主要是为了传承。更重要的是，会当练好身体。刚开始练的时候，就这边的教练都很亲切。然后一开始来练的目的就是锻炼身体，因为这人身体比较差，很容易就感冒。然后练的感想就是练完会累，可是很有成就，因为每一个礼拜都学到新的东西。利用每礼拜四暗时，由海尾宋江镇教练团教导100年宋江镇武艺。庙方嘛欢迎学境内12个里的少年家甲乡亲加入，做伙学习海尾宋江镇的好功夫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